经过假消息不断，法务部调查局设立临时作战研究中心来应对。不过，立即这期会去限制着言论自由。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是强调，言论自由也受法律上限制，袂使乱传假消息。但建议嘛讲，尤其是抖音已经被做是某一个国家临时作战的平台，政府一定会详细处理。在这边大选的期间，境外假造消息的代志真多。为了要强化反制境外敌对势力对咱临时作战，甚至是影响选举，法务部调查局伫咧17正式设立临时战研究中心，邀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，强化应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。但是国民党立委担心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。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对不会影响到言论自由。但是言论还是要有法律上的限制不能作为一个虚伪的假讯息的传播。民进党这样子的做法，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方式来钳制人民的思想，或者做所谓的指导吗？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假造消息对个人的健康、隐私，甚至是社会安定、国家安全拢造成危害。对超工传播假造消息会随立即侦办。也讲到，抖音、TikTok 已经真做某一寡国家临时作战的平台，政府已经禁止公部门使用 TikTok， 会加强宣导，提高民众的识读能力，对抖音的处理会谨慎办理。因若中国伫台湾大选了后，国安部门启动三反打击歹徒势力，陈建仁提醒国人，若是要去中国，要注意家己的人身安全。国人被捕或者是外国人到中国被捕的情形，层出不穷。所以如果有必要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审慎的来考虑并且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陆委会是官方列出国人所反映的中国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，包括唔通随便问人已经死亡的人数等情形。希望国人伫中国随便逮捕的行为也未改善进前，若无必要尽量莫去中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